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讲第一是食，第二清。咱人食清是半生成。讲到这里食识成语，台湾话4字的成语，听好识几落句哦。来讲我少年时代，踮伫人大头家手下咧食头路，咱嘛真骨力。有当着啊，薪水月级以外，头家个会摕淡薄仔所费，讲来，转去互某囝食烧食冷。这句食烧食冷就是成语，就是4字的，就是食起头，无毋对。食烧食冷，国情头拄安尼讲，咱着听有。转去照顾某囝，买一个某囝爱食的物啊，毋是讲哦食烧食冷食歹腹肚，毋是。社会上的应用，往往是国情头拄啊所激励这款情形。毋过头家摕所费互咱，这算甲咱加薪水，叫咱摕转去照顾某囝的时阵，会搁甲咱加讲一句啊，讲国情啊，即马暗时9点，互你无闲甲进，你倒转去厝里，我知影恁兜通车拄啊9点半就到啊，你毋好11点半才到厝呢。讲安尼，咱就听有，咱就甲头家应讲，袂啦，我都要咧食饱换枵，意思讲某囝毋顾。调工钱摕来走去拍，那这就是食饱换枵，食饱就好啊。啊，换枵就是讲做迄落加无用的工课，枉费的工课，才讲叫做食饱换枵。你吼骨力趁认真做，嘛是望讲照顾一个家庭某囝食个饱穿个烧，总无讲等到有时间2点钟、3点钟，你毋转去抱幼囡仔，你调工安尼钱摕来要去拍。到国情头拄我咧讲，即个工课加做加了工加无用，人家讲我做食饱换枵啦。结果咱安尼讲，换咱的头家笑笑讲国情啊，我知啦。干那看你嘛知影你故意，你吼袂食好单药啊啦。共款食起头的生意，共款上4字。台湾话各有人说这句食好单药啊，咱知食好单药的人2字尔，毋免国情加解说，可惜啦。那较早的四句人咧讲哦，小人行险终是险，君子固强未必强，万斗罗船沉海底，只因驶进一旁风。迄万斗的罗船遮大只，沉落海底，就是因为伤过可惜，驶进一旁风。所以我头壳摇的讲对啦，我都无咧食好单药啊咧，某带转来就是爱疼。咱毋通做食饱换枵的工课，认真做骨力拼，照顾某囝有通食烧食冷，较要紧啦。